最难过的应该是在木流里吧？是啊，没想到傅博雅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。我也没有想到傅博雅会那么爱他。看来这个傅博雅对你很重要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一直都想报答他，可是现在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对不对？而且更要珍惜身边的人，比如我。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能动心。贺琪琪要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休息吧。博雅，博雅，你醒醒啊！伤成这样，你疼不疼？我说话你也不理我，你再不行我就生气了。博雅。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这个城市吗？我们一起走啊！你醒醒啊！博雅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博雅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为了你陪我孩子，你陪我孩子，你怎么可以把他伤成这副样子？你是个害人精，都怪你，都怪你啊！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害成这个样子啊？阿姨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孩子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
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要一个人陪他。你说，傅博雅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能找那么差劲的女朋友呢？关键是他还那么爱他。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吧？是不是也想找这样的男朋友啦？思春了，思春了，嘿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去你的，谁思春呢？我就是感慨一下嘛。如果我有着一个这么样的男朋友，对我那么好又那么爱我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。也是。我怎么没那么好命，找这样的男朋友呢？